再次歡迎大家，更歡迎電視機前收睇嘅朋友。我之前講過，每一個基督徒佢個心裏邊都有聖靈住喺佢裏邊嘅，但係唔係個個基督徒都曾經被聖靈充滿。因為當保羅寫信俾以弗所教會嘅時候，佢話要被聖靈充滿，一直不斷嘅去俾聖靈充滿。咁一個被聖靈充滿嘅基督徒，同一個冇俾聖靈充滿嘅基督徒有咩唔同呢？我講一個比喻，喺我屋企嘅煤氣爐上面有盞燈仔嘅，呢盞燈一直都開住，盞燈仔就好似聖靈住喺基督徒入邊咁樣。開熱水爐之後呢，而當你水滾啦，個爐呢就會嗶嗶聲咁響起，咁響啊，又好似咁樣，即係好似一架車開晒所有嘅氣光，全速前進咁樣。唔好意思啊，我用咗好多嘅比喻，有時用亂晒。嗱，基督徒就係咁樣吓。保羅佢就鼓勵我哋要做個啪啪聲嘅基督徒。喺《使徒行傳》裏邊有幾次提到喺唔同嘅場合裏邊有群眾，成班嘅群眾，佢哋被聖靈充滿。咁呢啲人佢哋來自喺不同嘅背景之下嘅，而今日呢度嘅朋友可能會認同其中一類嘅人。第一類呢，就佢哋渴望接受聖靈嘅人，就係我今朝早提及嗰種。喺《使徒行傳》2章2至4節嗰度，我哋睇見嗰度有120個佢哋渴望聖靈降臨嘅人，佢哋喺度等候父神嘅應許。當聖靈充滿，佢哋就講方言。呢個屬於第一類。第二類嘅就係願意去領受嘅人。喺《使徒行傳》8章14至19節，嗰度有一班撒瑪利亞人。嗰度話，使徒在耶路撒冷聽見撒瑪利亞人領受了神的道，就打發彼得、約翰往他們那裏去。兩個人到了，就為他們禱告，要叫他們受聖靈，因為聖靈還沒有降在他們一個人身上。他們只奉主耶穌嘅名受了洗。於是使徒就按手喺佢哋頭上，他們就受了聖靈。西門看見使徒按手，便有聖靈賜下，就攞錢俾使徒，話請把權柄給我，叫我手按着誰，誰就可以受聖靈啦。一定有奇妙事發生，因為行邪術嘅西門話，我都想咁做，太奇妙啦。但係彼得話，你嘅銀子和你一同滅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賜是可以用錢買嘅。你在這道上無分無關，因為在神面前你嘅心不正，你當懊悔你這罪惡，祈求主或者你心裏嘅意念可得赦免。我看出你正在苦膽之中被罪惡捆綁，用金錢去換聖靈同埋能力係唔啱。但係呢段經文證實咗一樣嘢，就係有奇妙嘅事情發生，因為連西門都話把這權柄給我，所以呢一類就係一班願意領受聖靈嘅人，就係嗰班人。亦都有啲人佢哋抵擋基督。我諗最能夠代表呢班抵擋嘅人，莫過於後來仲做埋使徒嘅保羅。佢真係好積極咁樣去敵擋基督。喺《使徒行傳》7章57至到58節嗰度話，眾人大聲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齊心湧上前去。佢哋嘅目標就係司提反，第一個殉道者，將佢推到城外，用石頭打他。作見證嘅人將衣裳放在一個少年人，佢個名叫做掃羅嘅腳前。跟住我哋睇下第8章第3節嗰度話，掃羅卻殘害教會，進各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監裏。呢一個就係掃羅啦。佢嗰陣時仲未改名叫保羅，
佢反對基督，佢反對教會，佢拘捕基督徒，佢親眼睇住司提反俾人用石頭掟死。我哋再睇下第9章1至2節，掃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兇殺的話，去見大祭司，求文書給大馬色的各會堂，若是找着信奉這道的人，無論男女，都准他捆綁帶到耶路撒冷。但係之後你都知道，保羅去咗大馬色，喺路上佢同耶穌有一次奇妙嘅接觸。17節開始，我哋睇見阿拿利亞就去了，進入那家，把手按在掃羅嘅身上，說：兄弟掃羅，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主，就是耶穌，打發我來，叫你能看見。又被聖靈充滿，掃羅的眼睛上好像有鱗立刻掉下來，他就能看見。今時今日仲有人抵擋耶穌，一個佢個名叫做羅拔，41歲嘅男人。佢一生只係去過教會4次，包括佢自己嘅婚禮、佢細佬嘅婚禮，仲有2個喪禮。呢個就係佢41年裏邊去教堂嘅記錄啦。有人邀請佢參加我哋嘅啟發課程，佢做生意好成功，但係屋企就好搞唔掂。佢拋棄妻子，不過生意依然唔錯。羅拔有一次同人傾生意嘅時候，對方問佢：你有冇興趣參加聖三一堂嘅啟發課程啊？羅拔話：冇啊。你唔係啊嘛？我係無神論嚟噶，嗰啲全部都係垃圾，我從來冇諗過去教會嘅。幾個禮拜之後，佢傾另一單生意，喺嗰陣又有人問佢啦，話羅伯啊，你想唔想去聖三一堂嘅啟發課程啊？佢就諗啦，咦，真係奇怪，上次有個朋友又係咁講，咦，不如我去試下睇下點啊？結果嗰晚佢真係去咗。一開始佢就表明身份啦，佢話我對宗教對信仰我冇乜興趣嘅咋。第一晚分組嘅時候，佢又講啦，佢話我30歲嗰年差啲因為癌症而死，我覺得人生好苦，冇乜樂趣，永生對我嚟講冇好過有。跟住佢話我唔覺得基督教對我有咩意義。個小組長話：誒，你嘅睇法幾獨特噃。本來喺較早前羅拔話基督教都冇乜意義嘅時候，大家都好掃興。但係好奇怪啊！羅拔後來喺啟發營裏邊信咗主啊，同時佢仲被聖靈充滿添。佢仲話當時佢心口好熱，一定要坐低先至得。其他人就話：哎呀，佢成個人開心晒，都開心到笑到唔合得埋口啊！嗰日係1994年11月12號，2日之後佢就翻咗屋企，同佢太太講呢件事。當時佢同太太已經分居，佢一個人住喺倫敦一間公寓嗰度。咁佢太太就話：佢話，唉，羅伯啊，你搞邊科啊？你一陣又話打高爾夫球，跟住又話去潛水，然後又話去玩風帆，而家你又中意信耶穌。唉，算啦，我睇你好快就會厭噶啦。但係羅拔今次決定要證明佢唔係3分鐘熱度，而係真嘅改變。所以過咗一排，佢太太發覺佢真係變咗好多。10日之後，佢太太同佢講啦：咁啦，你翻嚟住啦，我哋唔好再分手啦。佢啲仔女都係咁覺得啊。佢個大仔叫做撒母耳，佢係睇聖經咯。佢話：爸爸真係好啊，本書裏邊有我個名啊！唉，太好啦，2次添啊！有一朝羅拔起身嘅時候，佢望出窗外面，見到佢嗰2個仔喺出邊玩緊。佢見到佢哋用2支竹同埋2條繩紮一個十字架，然後棟喺度，擺喺棵樹上邊。嗰陣時大概係朝頭早5點幾鐘。羅拔就擔心，唔知2個仔究竟紮個十字架喺度做乜嘢？然後佢走落花園問：佢哋喺度做乜嘢啊？然後撒母耳就講啦：我哋喺度多謝神，將你帶翻嚟屋企啊！喺接住嗰期嘅啟發營啊，我就去請阿羅拔。我話我想請你幫手帶組啊。佢話我做咗40年無神論者，信主得6個禮拜，點帶得組啊？喺嗰期啟發營第2課，我喺書局度撞到羅拔，佢捧住一大堆書，有成咁多。
咁我就問佢啊，阿羅拔攞咁大堆書做乜啊？佢話上個禮拜即係啟發營第一課，全部都組員開始問我問題啦，但係我對佢哋啲問題好多都唔識答，然後我就周圍去買書，翻屋企睇啊，晚晚睇到凌晨3點。問題就係，本來我準備好晒，但係呢個禮拜問題又唔同晒。而家你睇見佢嘅生命完全改變晒，佢由一個抵擋基督教嘅人，變成一個主動傳福音嘅人。佢傳耶穌基督係救主，佢接觸到耶穌基督，俾聖靈充滿。呢種就係第三種人，抵擋基督嘅人。第四類就係從未聽過聖靈嘅人。我哋睇《使徒行傳》19章1至6節。阿波羅在哥林多的時候，保羅經過了上邊一帶地方，就來到以弗所，在那裏遇見幾個門徒，問他們說：你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呢？他們回答說：沒有，也未曾聽見有聖靈賜下來。保羅說：這樣，你們受的是什麼洗呢？他們說是約翰的洗。保羅說：約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訴百姓當信那在他以後來的就是耶穌。他們聽見這話，就奉主耶穌嘅名受洗。然後保羅就按手在他們頭上，聖靈就降在他們身上，他們就說方言，又說預言。有啲人真係未聽過乜嘢叫做聖靈，佢哋信主或者係受咗浸，受埋堅信禮，返教會又穩定。但係當你一同佢講到聖靈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話：我從來未聽過聖靈呢樣嘢。但係上述嗰班人一聽到神嘅靈就降臨喺佢哋身上，能夠充滿佢，並且開始講方言。第五類人就記載咗喺《使徒行傳》第10章44至46節。即經文，我想同大家睇詳細啲。我哋曾經講過渴慕聖靈嘅人，講過對聖靈肯開放嘅人，抵擋基督嘅人，同埋未聽過聖靈嘅人。第五類人，我形容佢係冇乜宗教背景，嗰種就好似啲外邦人。嗰種人直到而家，聖靈只係降臨喺猶太人嘅身上，但係呢度就講到外邦人，佢哋第一次被聖靈充滿，佢哋冇乜宗教背景，亦都唔係出自基督教世家。可能今晚呢度都會有人有同感，話：哎呀，我都唔係從細基督徒，我屋企亦都唔係基督徒。事情嘅發展就係咁，有一連串好特別嘅事發生咗。彼得之所以去哥尼流嘅屋企傳道，係因為佢哋兩個都事前見到有異象。彼得嚟到之後，就開始講耶穌同埋聖靈嘅事，跟住呢，就到咗第44節嗰度話，彼得還說這話的時候，聖靈降在一切聽道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禮和彼得同來的信徒，見聖靈嘅恩賜也澆灌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聽見他們說方言，稱讚神為大。就係呢班人，佢哋發生咗咩事？我哋睇見第一點，佢哋明顯經歷到聖靈嘅能力。彼得嘅講道被打斷咗啦。嗱，講講下道突然間中斷係好唔尋常嘅事，牧師唔輕易俾人截停嘅。但當時發生嘅事令到彼得停止咗講道。我唔知道究竟發生咗咩事，但係好可能同五旬節嗰日發生嘅事差唔多。使徒行傳第2章記載咗五旬節嗰日發生嘅事，佢哋所用嘅字眼形容為係好似一啲嘅熱帶暴風雨咁樣，因為喺嗰度好實在咁顯示出聖靈嘅能力。佢哋聽到一陣強風吹過，佢比喻為係神嘅呼吸，神嘅生氣。有時你見到聖靈降臨喺人身上嘅時候，就好似樹葉咁樣震動，有啲人就好似
喺度呼吸緊神嘅生氣咁樣，更有人會因為聖靈嘅能力太大啦，咁所以佢甚至跌低添。五旬節嗰日，啲人見到一啲好似火焰嘅嘢，一股好實在嘅熱力。有人話：我覺得全身都好熱啊，好興啊！有人覺得好似有啲喐緊嘅熱流喺身上，甚至有人話我隻手直情滾嘅，但係唔係我個人熱喎，係隻手熱，火象徵能力、激情。喺度，我要重申一次，我而家唔係建議你去經歷呢一種聖靈嘅外顯，但係如果我唔講，有啲人就會走埋嚟埋怨我，佢會問我點解你唔早話俾我知呢？突然間聖靈降臨，我真係好驚，完全唔知咩事。其實我都好矛盾，一來我唔想你哋誤會，人人都要有咁嘅經歷，但另一方面，我又唔想你經歷到嗰陣會大吃一驚，究竟我發生咗咩事呢？最緊要就係究竟有冇經歷過咁實在嘅顯示？我裏邊有冇經歷過聖靈呢？呢個係最重要嘅事。今日晏晝我諗到一個比喻，假設你中意咗個人，你會覺得成身軟晒，心跳加速。你唔會淨係追求呢種感覺同埋現象嘅，因為你真正追求嘅係你真正中意嗰個人。你唔會淨係想追求一種感覺就算，呢個只不過係因為你墮入愛河嘅副產品。同樣道理，聖靈感動我哋，亦都只不過係我哋同神關係密切嗰種嘅副產品。我哋應該去追求神，唔係追求呢種感覺，呢種副產品。當我追求神嗰陣，我就會經歷到。就好似當你中意一個人，你就會有咁自然反應一樣。有咁嘅反應並冇咩唔妥。有啲人唔一定有噶。咁嗰啲人會同你講啦，佢話我當時我戀愛冇成身軟晒，咁嘅感覺係唔妥嘅。其實有啲人有咁反應，有啲人唔一定有。有冇並唔重要，因為我哋所追求嘅唔係感覺，我哋所追求嘅係一個人，我哋愛嘅係一個人。同樣，我哋應該追求與神相交，追求成為神嘅兒女。我要請大家打開《使徒行傳》10章45節。未睇之前，我哋先睇《以弗所書》第3章第14節。保羅喺呢一度有一篇好好嘅祈禱文，一個屈膝嘅祈禱，嗰度係咁講嘅。因此，我在父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各家都是從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豐盛的榮耀，藉着他的靈，叫你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，使基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。基督透過佢嘅靈住喺我哋嘅心裏邊，叫我們的愛心有根有基，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，並且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。請留意，保羅祈求聖靈住喺佢哋嘅裏邊，即係基督會住喺佢嘅裏邊，所以佢就經歷到神嗰種完備嘅愛，經歷到聖靈嗰種嘅豐盛。保羅喺度祈求以弗所人可以明白基督嘅愛。佢首先明白呢種愛係幾咁寬廣，基督嘅愛廣闊到一個地步，可以伸展到全世界。無論喺俄國、中國、喺美國、喺非洲，甚至全世界，無論你去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，你都可以揾到一啲佢哋曾經經歷過基督大愛嘅基督徒，真係好廣闊，廣闊到布滿全世界，並且好長，長到可以覆蓋我哋嘅一生。基督嘅愛
係由我哋接受耶穌基督嗰一刻中就開始咗，直到我死嗰一刻，一路到永恆，好深啊！佢可以從我最低點嘅時候捉住我，扶起我。幾個星期前喺我喺教會度，有個男人同我講，佢話佢喺啟發營度信主。咁我問佢邊度嘅啟發營信主啊？佢話喺監獄嗰度信嘅。我又問，咁你幾時離開？佢話2日之前。佢面上邊反射出基督嘅愛，基督嘅愛降到佢身上，然後又可以升到幾高咧？佢可以將你升到至高，等你可以同基督有親密嘅相交。如果你將我所講嘅長闊高深加埋一齊嚟睇，就會形成咗一個十字架。最終呢個十字架叫我哋更加明白基督嘅愛。佢為我哋而死，佢愛我哋愛到咁。如果你曾經懷疑過神嘅愛，懷疑過究竟神愛唔愛你，咁你望下個十字架，我哋喺十字架上睇到神嘅愛，聖靈亦都帶領我哋思想神嘅愛。所以保羅為信徒祈禱，希望佢哋可以明白真理，跟住又話又為另外啲人去祈求。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。換句說話嚟講，呢種愛唔單止用頭腦就明白得到，要用心靈去領會，因為過於人所能測度，聖靈可以俾我哋經歷到。我聽講有對夫婦由結婚嗰日開始就不停咁鬧交，佢哋乜嘢都鬧一餐，事無大小，乜都鬧，出乎意外，喺佢哋嘅婚姻竟然可以維持咗50年，佢哋嘅仔女就商量，究竟應該送啲乜嘢俾我哋嘅父母好呢？然後佢哋就別出心裁啊，就諗到一份最佳嘅禮物，就係安排佢哋去睇最出名嘅心理輔導醫生。然後佢哋安排好晒，連錢都俾好晒，然後就將呢份大禮送俾父母。佢哋起初唔接受呢份禮物，拗咗好耐，然後佢哋又拗點樣去，幾時去，就算去緊嘅時候都一路鬧緊交，去到之後行緊入房都仲未停口。究竟問心理醫生第一個問題係乜嘢呢？又喺度拗。第二個問題又拗。最後個醫生話唔好再拗啦。跟住個心理醫生企起身做咗一件事，做咗一件佢成世人未做過嘅事。佢行埋張台另一邊，然後攬住個老婆婆。佢話我專業裏邊未做過嘅。佢開始錫個老婆婆嘅嘴，仲錫咗佢好耐添。跟住佢同個老公講，佢話呢位女士最需要嘅就係呢個。你以後照我咁做，1個禮拜做3次。跟住呢個阿伯摸下自己嘅頭話，哦，以後我逢1、3、5帶佢嚟俾你錫啦。當然啦，個心理醫生嘅意思就係老太太佢需要嘅係愛。我哋每一個人都需要體驗愛，而我哋可以體驗到最深嘅愛，就係透過神俾我哋嘅聖靈澆灌喺我哋心裏邊嘅愛。領受基督嘅人，佢哋會經歷到聖靈嘅能力。第二件事，佢哋喺讚美當中可以得到釋放。我哋睇翻《使徒行傳》10章46節，因聽見他們說方言，稱讚神為大。當人經歷到與神親密嘅相交嘅時候，就會即時用讚美嚟表達嘅。呢個方法可以將我哋完全咁表達出嚟，包括我哋嘅情緒、情感。我有3個10幾歲嘅仔女，大概喺6至9個月之前，佢哋其中一個攞住個書包，佢準備返學嗰陣，佢行出門口，忽然間佢擰轉頭喎，我企喺度噶嘛，
佢係同我講，佢話爸爸我愛你。我一時唔為意佢講乜嘢，聽得唔清楚，咁我就話吓，你講咩啊？佢話爸爸我愛你。然後我聽到啦，我話我都愛你。跟住我行翻入屋，喊到收唔到聲，冇法子解釋嘅。但係嗰句話真係好觸動我。我曾經諗過，唔知道我哋同神講話，主啊，我愛你，你估主會有咩感覺？從心底發出嘅讚美就係同神講話，我愛你。喺教會裏邊，你可以咁樣嚟表達你嘅情感，你唔應該覺得太肉麻。我諗第一件事我哋要承認，就係我哋呢一班英國人都係比較保守啲嘅。呢個同我哋嘅成長教育有關係，盡量要訓練我哋，教到我哋謹慎同埋含蓄。仲使好多錢發展呢個教育制度，教到我哋教成咁嘅樣，我個人就覺得好難表達情感。呢個係英國民族性，但係你知道嘛？耶穌唔係英國人嚟嘅。其實我都好想佢係英國人，但係佢唔係。耶穌佢係來自一個希伯來文化嘅地方，一個好有感情文化嘅地方。我哋要知道所有嘅關係一定涉及情感。有啲人話我哋嘅信仰純粹係一種理智型嘅，我認為係唔應該涉及感情嘅。佢咁樣講其實唔通。就用我哋嘅婚姻做一個例子吓。如果我同我太太佩柏講話，我好理性咁樣愛你。又如果我出外公幹，翻到屋企之後，我就好開心，但係我又唔想表達情緒，我帶住英國人嘅保守，然後我就毫無感情咁樣同我太太講話，你好，佩柏，見到你真係好啦。然後我同佢握手話，我真係好想話俾你知，我頭腦上好愛你。我諗咁樣佢唔知點樣答啊！我諗唔到佢會講咩。總之，我哋嘅愛係包括咗我哋成個人，唔止一個頭腦啊，仲有我哋嘅心，仲有我哋嘅情緒。有啲人又會話：好啦，表達感情係啱，不過呢啲係好私人嘅嘢啊嘛。如果喺公眾場合又點表達呢？我咁講。因為我哋睇見教會係一個公眾嘅地方，好多人聚集嘅地方，喺公眾場所嚟表達自己嘅感情，究竟方便唔方便呢？我諗我哋需要表裏如一啊！如果你去倫敦大阪球場睇波，即使打到好球出嚟，啲觀眾只會話：哎呀，唔錯唔錯。但係如果你睇足球賽咧，就完全唔同啦。有人寫信去《泰晤士報》評論坎特布里大主教海利，因為佢覺得海利喺一次聚會裏邊表現得太過激動。有人係回應佢嘅批評，就話一部笑片要令人笑得出先至叫做成功，悲情片令觀眾喊得出嚟先至叫做感動，一場球賽令到大家嗌出嚟先至叫做精彩。咁點解一班信徒佢哋崇拜嗰陣俾神嘅榮耀所感動，你哋又話佢太過情緒化咧？冇錯嘅，情感主義的確係存在。如果當所有嘅情感都失咗控制，冇晒秩序，冇晒理由，成為暴徒咁樣，咁啊真係好唔掂。但係而家我哋問題係，我哋咁做有咩危險？前任高雲地利區嘅主教巴恩斯利曾經講過，佢話
喺聖公會同埋喺英國嘅教會裏邊，我哋最大嘅危機唔係過分嘅瘋狂嘅情感主義，我哋嘅問題啱啱相反，就係我哋嘅心太冷，我哋冰冷，唔識得同神表達。我哋應該全心向神表達愛。有時你喺教會度見到有啲人咁樣向神舉手，有啲人就會問啦：你哋喺度搞乜嘢？舉晒手。早期基督教崇拜應該話係猶太人嘅崇拜，祈禱嘅時候都係舉晒手嘅。我睇過一幅相，喺第2世紀嘅時候嘅石墳墓嘅前邊有一個雕刻像，雕上當時基督徒平常禱告嘅方法。佢哋就係咁樣舉起手。新約聖經講過，佢話舉起聖潔嘅手，隨處禱告。其實呢個係傳統嘅方法。當然我亦都唔需要做得太過極端。我忽然間諗起有一份美國嘅宗教報，我只係偶然咁睇到嘅啫。唔好意思嚇。今日唔知呢度有冇咩美國人喺度？請原諒我啊，我好中意美國人啊。如果你而家咁啱喺美國睇緊呢個錄影帶嘅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好愛你。喺你哋身上，我學咗好多嘢，我好欣賞你哋。要講呢個古仔唔係幾好意思啊，但係我真係曾經喺美國一份宗教報嗰度睇過一個廣告，係一個香體露廣告。香體露牌子就叫做閃亮神聖碌一碌。隻香體露一邊仲有張相，有個鬍鬚佬，佢啊咁樣舉起佢隻手嘅。廣告就寫住啦：加州加略山基督教會羅卓弟兄話，我哋教會入邊都唔知應唔應該高舉手，因為我怕影響到隔籬嘅弟兄姊妹。我嘅靈好想去敬拜，但係嗰陣味就好勁。不過而家用咗神聖碌一碌，我哋可以盡情高舉手，然後臭味拜拜。各位同工請注意，全國牧者都發現，自從教會有弟兄姊妹用咗之後，人數顯著上升。快啲打電話嚟啊！凡係會有或者係大量訂購者都有折扣。跟住下低仲寫明，另為活躍嘅敬拜者設有特強版香體露。我哋又唔使去到咁極端，但係應該有一種適合我哋嘅方法去自由咁讚美神。第三，佢領受咗方言恩賜。第46節，因聽見他們說方言。有時新約聖經入邊都講到，人被聖靈充滿會開始講方言。方言就係指我哋從來未學過嘅語言咁解。成日都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，我哋被聖靈充滿就開始講啦。所以保羅喺哥林多前書13章講到，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言語。方言係人類可以聽得明嘅語言，但係如果係天使嘅語言，人就聽唔明。有時我哋喺啟發課程嗰度都會聽到人講一啲聽得明嘅方言，但係佢冇學過。係聖靈超自然咁樣賜俾佢。我識得一個女仔，佢嘅名叫做潘妮。佢曾經喺啟發營裏邊為阿安娜禱告，但係佢諗唔到應該點樣祈禱。然後聖靈就賜語言俾佢，佢開始祈禱啦。佢就見到安娜開始笑，佢就瞪大眼，仲開始大笑。潘妮就問佢：你做咩笑啊？安娜答：你頭先講俄文啊。潘妮一句俄文都唔識。佢話：唔係啊嘛，我講俄文。安娜話：你淨係不斷重複咁同我講嘢，話我親愛嘅女。如果只不過由潘妮講呢，安娜就會以為係人講。但係如果係由潘妮唔識得嘅語言講出嚟嘅話，安娜就知道係神對佢講。方言有時係人識得嘅語言，有時就唔一定係。但係係咪一定要用方言嚟祈禱講方言？其實亦都唔一定，唔係每個基督徒都講方言。講方言並唔係基督徒嘅一個記號。
亦都唔係俾聖靈充滿嘅標記。你俾聖靈充滿唔一定要講方言，亦都冇話一定要講方言就係叻嘅基督徒，唔講方言就渣嘅，絕對唔係咁樣。呢個方言唔係最重要嘅恩賜，反而保羅提到聖靈恩賜嘅時候，方言成日都擺喺尾。咁你會有疑問，咁點解你要開啟發探討呢一樣嘢呢？答案就係因為啟發營係俾初信者，而方言就係新約同埋我哋嘅經歷入邊，都係由聖靈俾人最明顯嘅恩賜。方言係恩賜，呢個恩賜從神而來。既然係神嘅嘢，點解我哋唔講呢？究竟方言嘅恩賜係乜嘢呢？哥林多前書14章2節，保羅話：那說方言的，原不是對人說，乃是對神說，同神說，就即係講祈禱。祈禱係好嘅嘢，新約聖經經常鼓勵我哋祈禱。第二，方言可以造就人。第4節，那說方言的是造就自己，呢件亦都係好嘢，造就自己。信仰入邊要建立自己。再者，方言超越語言嘅障礙。第14節，我若用方言祈禱，是我的靈禱告，但我的悟性沒有果效。方言嘅恩賜，使到我哋可以超越人類嘅語言嘅限制。以講英文為例，普通講英文嘅人大約用5000個英文字左右就講得好流利。丘吉爾首相平時佢會用到5萬至到6萬個字咁多，但係多極都有限嘅。我哋想講嘢嗰陣，有時我哋會唔知點樣講，我哋諗唔到用咩字嚟表達我哋嘅意思。人際相處入邊，我哋經常要揾啲生字嚟用，但係我哋同神之間嘅關係，神可以俾一種語言俾我哋嚟講，直接表達靈裏邊嘅感受，而唔一定要透過我哋自己嘅語言嚟表達。講嘅人有絕對嘅控制力，方言唔係控制你，神嘅恩賜從來唔係咁樣。你想開始開始，想停就停。我認為方言喺3個地方上面好寶貴。第一嘅就讚美同埋敬拜上，我哋嘅語言好有限，英文就一定係啦。讚美同埋感恩，我哋所用到嘅字，其實喺敬拜嘅時候用啲字好少嘅啫。我喺好細嘅時候，我要寫封感謝信俾人嘅時候，已經發覺到呢一點。如果你話多謝阿姨、嬸嬸，如果佢叫做蘭姨，咁你就要寫親愛嘅蘭姨，多謝你份聖誕禮物，我好開心，我祝你假期玩得開心。咁你就諗啦，哎弊啊，用咗2次開心，我有冇第二個字啊？咁你極其量諗另一個形容詞就話好精彩啊，好好玩啊。語言真係好有限，而方言恩賜就可以豐富咁表達我哋嘅讚美、愛同埋感恩。我記得我媽媽心臟病發嘅時候，我坐喺的士度，然後為我媽媽祈禱，去緊醫院。我嗰陣時我用唔到幾多個英文字嚟祈禱。然後忽然間我就開始講方言，我用方言嘅恩賜嚟禱告，竟然將感覺表達晒出嚟。整體上要為他人代求，方言唔係一啲自私嘅嘢。潘寧卓成日都講方言恩賜點樣轉變，包括佢自己嘅祈禱生活。佢成日用方言嚟祈禱建立自己。佢咁樣做嘅時候，佢見到有更多人歸向基督，同時嗰啲人亦都用方言去幫助人嚟戒毒。方言成為佢一個極大嘅祝福，祝福許多人。喺新約聖經究竟有冇咩證明？哥林多前書14章提到喺公眾地方濫用方言。18節，保羅話：我感謝神，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，但在教會中寧可用悟性說5句教導人的話，強如說萬句方言。喺哥林多教會嘅人
因為方言呢個恩賜而偏離咗正軌。佢哋以為，哇，有咁好嘅恩賜就梗係成日都用啦。所以後來有啲牧者嚟到，就唔用會眾聽得明白嘅語言去講道咯，反而喺台上面講方言喎。保羅嘅意思係話咁冇用噶，人哋連講緊乜嘢都唔知道，佢寧願講5句人哋聽得明，好過你講10萬句卻聽唔明。不過佢話39節也不要禁止說方言。其實保羅係極之想人哋私底下講方言嘅，所以第5節保羅話我願意你們都說方言。18節佢話我感謝神，我說方言比你們眾人還多。27節佢話若有說方言的，只有2個人至多3個人，且要輪流說，也要一個人能夠翻出來。因為方言嘅恩賜主要係設計俾我哋喺私人時間用，如果喺公開場合嘅話，就要大家都明白嘅語言，所以一定需要翻譯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就變成喺公共場所度做私人嘅嘢。保羅就係批評呢一件事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想講下點樣用方言去唱歌。保羅嘅意思就係聖靈喺背後有一個意思，就係我哋喺屋企裏邊做單獨要做嘅事，而喺團體嘅時候就做團體嘅事。用方言嚟唱歌係一個集體嘅活動，所以我哋要一齊做，而且仲係神一個好美麗嘅恩賜。咁樣做，我哋仲可以使人領受到方言嘅恩賜嘅一個好機會。我哋點樣先可以領受？好明顯嘅，方言只係神恩賜裏邊其中嘅一個。我憑信心去領受，正如我所講，唔係每個基督徒都講方言，但係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得到。我只要祈求神，然後我哋願意同佢合作。我哋要自己主動嘅去講方言，唔係神逼我去做啲嘢，我要自己去為自己負責，就好似其他嘅恩賜咁樣。如果你有教導嘅恩賜，你就開始去教導。如果你識打網球，咁你要去球場度打波先得噶。我曾經試過，亦都諗過下，不過我唔記得喺邊度聽翻嚟啦。佢哋話所有恩賜已經係第1世紀派晒啦，今時今日冇恩賜噶啦。跟住我遇到一個自稱識講方言嘅人，咁我諗我又試下，我會求神睇下佢會俾呢個恩賜俾我。咁我祈禱，我話神啊，如果你想我有呢個恩賜，你就賜俾我。之後我就合埋嘴唇，乜都唔講。所以我話證明咗啦，全部恩賜喺第1世紀派晒。後來我撞到2個朋友，我發覺佢哋好似面上會發光，真係發光。我問你發生咗咩事啊？佢哋話冇，我哋去過一個聚會，有人幫我按手祈禱，求聖靈充滿，跟住我就開始講方言。咁我話唔係啊嘛，所有恩賜都派晒咯，你冇理由有噶。我拗咗一陣，其實都唔需要拗，佢只要講佢嘅經歷，我拗都冇用，佢笑下啫。嗰晚我就問佢哋2個，你介唔介意我聽下你哋喺邊度做祈禱會啊？第2晚我就自己同佢哋去啦。我叫佢幫我祈禱，佢哋都好好人啊，好耐心咁解釋俾我聽，需要我嘅合作。佢哋幫我祈禱，但係我自己都要主動開口去講一種我唔識得嘅語言。如果你願意被聖靈充滿，你可以打開路加福音11章第9至13節。請大家慢慢翻路加福音11章9至13節。喺度我哋睇到一啲障礙。第一個障礙就係懷疑。耶穌對門徒講：我又告訴你們，你們祈求就給你們。跟住你都睇到佢哋嘅門徒講話：哎呀，唔係好肯定噃。於是耶穌就話：尋找就尋見，
然後門徒又話：哦，唔可能噃。所以耶穌第三次講：叩門就給你們開門。佢哋繼續話：哦，或者得啩，但係唔係我咯，可能係其他人咯，都唔明點解佢哋得，我又唔得。耶穌繼續講啦：凡係祈求嘅就得着，凡係尋找嘅就尋見，凡係叩門就給他開門。呢個應許為所有嘅人，包括咗你，包括在座所有嘅人。耶穌講咗6次。第一大障礙就係懷疑，第二個障礙就係恐懼。我哋成日都話：哦，或者我會得啦，我都唔係好清楚究竟係咩好嘢呢。所以耶穌就用咗個比喻，佢話：你哋中間作父親的，佢再講，假設你有個仔，你個仔同你講話食晏啦，你就問佢：乖仔，你諗食乜嘢啊？呢個仔就話：爸爸，我想食炸魚薯條。耶穌就冇真正提過薯條，淨係魚。佢話：我想食魚喎。咁你就話：哦，好啦，我整啲魚俾你食啦。跟住你行出去。今日下晝我出去散步，我行過樹林同一條好斜嘅路，仲過咗河，穿過啲泥路，穿過好多樹同埋草地，見到個路牌。我以為上面會寫住登山徑，點知上面寫住小心有蛇。我哋假設有呢位爸爸，佢話：我知道邊度可以捉到蛇，應該就喺河邊啊，嗰度啲草好長，喺草堆入邊。然後佢就走去捉蛇，佢翻去同個仔講：你咪話想食魚呢？喺呢度啊。跟住將條蛇就擺喺台度，第二朝早食早餐。你喺度問個仔啊？你話仔，今朝早餐想食乜嘢啊？佢話今次佢唔制啦。佢話我想食蛋啊。爸爸話得，我整蛋俾你食。然後佢就出去。今次呢，佢就去揾咗一隻毒蠍子翻嚟。到佢翻嚟嗰陣時，佢話：你咪話要食蛋？耶穌說：你們中間作父親的，誰有兒子求餅，反給他石頭；求魚，反拿蛇當魚給他呢？求雞蛋，反給他蠍子呢？你們雖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，何況天父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？如果你有心求聖靈，天父唔會唔三唔四俾啲嘢你。第三種障礙就係太自卑，覺得自己唔掂，認為自己唔配得，我冇咁好福氣。有啲人會話：我做咗基督徒嘅日子仲未夠長，又或者你都唔知我生命究竟係點。如果你知道我裏邊係點嘅話，你都唔會賜聖靈俾我噶啦。但你睇下耶穌點講，佢話：何況天上嘅父，豈不更將聖靈俾嗰啲做咗好耐嘅基督徒嗎？耶穌唔係咁講啊，佢話：何況天父，豈不更將聖靈給求他的人嗎？我哋應唔應該求佢？我想先俾個機會俾啲朋友去接受耶穌基督。今晚可能有啲人會話：你知啦，你講咗咁多，我諗，我連一個最基本基督徒都唔算。我今晚想為嗰啲仲喺度諗緊，唔肯定自己係咪基督徒嘅朋友，去確定你同神之間嘅關係，等你清楚神嘅靈係住喺你嘅心入邊。呢個係一個痛改前非，為以前犯罪而回轉嘅祈禱。多謝耶穌，佢為我哋而死，求佢住喺我哋嘅裏邊，用佢嘅聖靈充滿我。主耶穌啊，我為我以前犯嘅錯感到後悔，我悔改。
從我嘅錯事裏邊，我回轉過來，感謝你。你為我死喺十字架上，我而家接受你嘅寬恕。求你住喺我嘅心裏邊，用你嘅靈充滿我。如果你想接受好似講方言呢一類嘅恩賜，而家你心裏邊向佢求，奉耶穌嘅名，阿門。請大家企起身，我要邀請聖靈。